这是这个过程嘛，过程是安尼嘛。那么我今日就讲咱从这些上咱所看的，修天道、人道、心做起，这是基本的道理。心存天意，来人道去，调无存痛好无病。你若是好道理，听书宽宽去啊，宽劝着完整温行为。修道人是内在的爱高贵，无随调来失去，爱着自身，气为心存着真诚意，大家做伙笑眯眯，嘛无在意也无故意啦，无故意。这个天道伊是即点讲人道做起嘛，这人道做起就讲天道是一个理想，迄个人道就是一个现实，现实面嘛，咱人交阿公、交阿嬷、交爸爸、妈妈、交阿兄、交姐姐、交弟弟，各做伙，你各做伙就对啦。做人嘛是做歹势的，话做歹势。要做甲讲，互人讲好，要互人讲伊事实，讲伊好人，讲啥，这拢无简单做有诶。所以这个朋友无济，来有啊，一个月、2个月、3个月，要甲斗阵讲我你的爸爸，我你的妈妈，我你的阿兄，我你的小弟，我你的姐姐，我你的妹妹讲你赞，安尼讲困难，有困难无？人斗阵看迄个地方变，咱互人看到，互人看到对啦。互人看到咱修道讲要食这个菜，咱的标准就较悬，讲你食菜，你食菜，讲你食菜啊。安尼食菜就好啦，咱是讲互人看无起，你若是食菜安尼，就是咱是食菜硬，其他拢输人。修养啦、涵养啦、礼仪毛病啦，人做人啦袂通去食亏，袂通去互比大就世界去斗。所以咱这支嘴足歹修，所有问题拢这支笑，拢这支嘴发生的嘛。你若像咱这支嘴讲要修，讲要修，咱2天学2个月，还是一世人学，这支嘴关好吧，这支嘴关好吧就对啦。你身躯对空上大空。就一空上大空，无欢喜，迄笑是拼出来。咱讲好话无要出口，歹话叫啥个要倒转，敢有影安尼？有影安尼无？若你屁股你支持袂得啊，心袂得啊，嘴袂得，四界去斗东斗西，斗亲情，斗朋友，斗啥个，斗袂得啦那个纠缠。纠缠人安怎样好势人真正有够歹，做着车碰着，你有啥个安尼？讲做歹话对啦。所以你修天就是人道做起，人道咱来因果无共，相貌无共，个性无共，大家拢总无共，生活习惯拢总无共，要做甲足好足够难度的，足够难度的对啦。所以即是比以后是大。早是大家身躯，即摆身躯大家无共，时代无共若迄个囝儿是讲，假使讲无合理意见，咱个爸爸妈妈就讲你这个不，你无甲避讳安尼我就要求身躯就对咱以外，要求安怎多安怎。所以这是讲，毋是讲爸爸的问题，是妈妈的问题，是讲囝的问题，其实2个人拢总有问题2个人总有问题，拢会去要求别人，就要求家己。所以要求别人道就好势，你若要求家己，人道就事实。